祈禱啦。請大家一齊同心祈禱。主耶穌啊，都知道啟示錄咧，對於我哋嚟講好陌生，因為裏邊所描述嘅景象啊，一啲嘅事物啊、活物啊、七印啊、七號啊、七會，即係雖然好有結構，但係對於我哋嚟講都覺得好似好難去理解。願真理嘅靈就引導我哋啦，幫助我哋去明白你嘅啟示。你嘅啟示就係要讓人明白嘅，要讓人明白咗之後咧，睇見之後咧係遵行嘅，並且係心中亦都會有喜樂、有戰兢、有敬畏嘅。求主就帶領我哋以下時間，奉耶穌基督嘅聖名祈求。好啦，咁啊今日咧又要講道啦，又要預備主日學啦，呢個啟示錄咧。咁喺預備嘅過程當中咧，跳嚟跳去，跟住預備嘅講章啲 PowerPoint，跟住啟示錄嗰度仲未又諗到啲嘢，跟住又預備啲啟示錄嗰啲嘢。跟住Donald Trump 特朗普又搞啲咩啲嘅新聞出嚟啦，跟住又要睇下，所以成個過程咧都幾多考驗，幾多掙扎，但都好 enjoy 嘅，即係更深嘅去認識神啦。咁希望我哋嘅生命因為認識神而改變啦。好，今日第6課嘅啟示錄去到第6同埋第7章啦，七印嘅災難同埋受印嘅人啊。咁我哋睇條片先啦，因為而家咧好多人咧見到呢個世界咧，突然之間譬如泰國嗰啲嘅地震啊，哇冧到好犀利啊，砸死好多人啊！今年嘅密度咧係全世界各地我都冇統計過，係 search 下咧，嗰個地震嘅密度越嚟越多啦。咁全球嘅地震密度咧，譬如話係1920年咁啊，嗰條線咧咁樣嘅。到而家呢50年咧係咁樣上嘅，所以嗰個密度咧係越嚟越勁，大嗰個密度嘅大小咧越嚟越強勁咧，越嚟越多，咁死嘅人數亦都越嚟越多，所以呢啲都係陣痛嚟嘅。耶穌講啦，佢嚟之前咧就好似婦人陣痛嘅時候咧，你知啦，生個 BB 媽媽知啦，開頭痛下，跟住越嚟越密，越嚟越痛，越嚟越劇烈，跟住就生咗出嚟啦。咁佢意思就係到耶穌再嚟之前嗰個陣痛咧就會咁啦，包括咗呢啲嘅饑荒啊、地震啊，仲有一啲嘅其他嘅現象啊，大家留意下。好，咁我哋睇睇有一個片啦，講普通話嘅，我覺得佢精華得幾好，即7分鐘度啦嚇。咁呢個片咧，大概7分鐘度咧，就幫我哋從創世記開始到而家第6章一個 summary 咁樣。唔係 ，sorry， 唔係創世記，啟示錄第1章。啟示錄常被視為聖經中最神秘、最難理解的一卷書，因此許多基督徒對它望而卻步，甚至很少有教會願意系統地教導它。提到啟示錄，很多人第一時間想到的就是災難、審判和恐怖的意象，但其實這卷書遠不只是關於末世的預言，它是整本聖經的巔峰之作，是上帝從創世紀展開的宏偉救贖計劃的最終結局，同時也是一首充滿希望與榮耀的天國樂章。那麼，為什麼啟示錄讓人覺得難懂呢？一個關鍵的原因就是不了解它的結構。或許你會覺得它充滿象徵用詞，以及一些重複出現的場景，看似雜亂無章，但實際上啟示錄並不是隨意拼湊的，而是按照精妙的布局和嚴謹的邏輯編寫的。如果掌握了它的結構，你就能更準確地理解其中的信息，而不會在各種紛繁複雜的解讀中迷失方向。所以本期節目我們就帶大家深入探討啟示錄的架構，相信看完後你會豁然開朗，並深刻感受到它完美的結構與上帝無與倫比的智慧。在正式開始之前，別忘了訂閱我們的頻道，打開小鈴鐺，這樣才不會錯過後續的更新通知。謝謝大家，現在讓我們進入今天的講解。我想啟示錄中讓大家印象最深刻的莫過於數字7了。在整卷書中，7這個數字不斷的出現，象徵着神的完全與圓滿。例如，我們看到7封信、7印、7號、7碗等等，每一組7都構成了啟示錄的重要結構。
根据原文统计，数字7在启示录中竟一共出现了54次。如果你熟悉音乐，或者曾听过7种乐器合作的交响曲，你就会发现每种乐器都有自己独特的旋律和节奏，它们彼此交织，相互呼应，最终构成一首恢宏而和谐的乐章。而启示录就像是这样一首神圣的7重奏，它由7个主要部分组成，而每个部分又包含7个元素，形成一组组相互独立却又紧密相连的7重奏。这些部分在不同的篇章中营造出各自的氛围和节奏，最终交织成一幅震撼人心的终极启示图景。如果我们从整体架构来看，启示录的最外围是2个段落，也就是第1章1到8节的引言，以及第22章6到21节的结语。而在这2端之间，就是7个核心的7重奏部分，它们构成了整个书卷的主要内容。接下来，我们就来详细拆解这一结构，相信你会对启示录的精妙布局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启示录的第一个7重奏从第1章9节开始到第3章的结尾，我们可以称之为7间教会。这一部分展现了耶稣对教会的关怀与引导，提醒教会如何在世界中持守信仰，走向得胜。首先，在1章9节到20节，使徒约翰看见了基督荣耀的显现。这不仅是一幅震撼人心的意象，更表明基督与他的教会同在，他是掌管教会的主。他行走在象征教会的7个金灯台中间，手中握有7星，象征他对教会的主权与保守。接着，在第2至第3章，耶稣亲自写信给7间教会，分别是以弗所、士美拿、别迦摩、推雅推朗、萨迪、菲拉铁菲以及老底嘉的教会。值得注意的是，每封信的结尾都用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做结束，表明了这7封信不仅是写给当时的教会，更是神对历代普世教会的提醒，指引信徒如何持守信仰，如何得胜，并且指出教会可能陷入的危机与挑战。至此，第一个7重奏7间教会结束。接下来，我们进入第2个7重奏，揭开启示录更深层次的启示。这一部分从第4章1节开始到第8章1节结束，我们可以称之为7印。在第4章和第5章，约翰被圣灵带上天堂，看见神的宝座以及围绕他的荣耀景象。这一幕不仅向我们展现了天上的敬拜，更重要的是，它揭示了人类历史的终极主权掌握在上帝的手中。无论地上发生什么，神的宝座坚定不移，宇宙的掌权者始终在掌管一切。接着，约翰看见羔羊，也就是耶稣基督从天父手中接过用7个印封住的书卷。这卷书象征着神对人类历史的最终计划，而只有羔羊配得打开它。当羔羊拿起书卷时，天上顿时爆发出极其宏伟的赞美，众天使、长老与4活物齐声颂扬，颂赞基督的权柄与救赎。这段意象的核心信息是，虽然地上即将进入动荡与审判，但神的计划没有改变，他的宝座没有动摇，而基督拥有开启末世进程的权柄。然后第6章到第8章1节，分别向我们展示了揭开7印所带来的事件。随着每一印的展开，人类历史也一步步进入最终的结局。前4印是天启4骑士，分別是白馬、紅馬、黑馬、灰馬。灰馬嘅原文中是綠馬。咁啊，而家嚟到就係呢度啦。我哋頭先第6章就係有7印啦。咁7印裏面嘅內容咧，咁等大家去查考，唔好淨係啲人去講啦嚇。呢個底面嘅啫，攞1張。如果唔係呢度咧，就攞2張，攞2張。因為我印嗰陣時。頭嗰2張得㗎啦，咁就因為我撳掣嗰陣時咧撳錯咗，依家要印雙面嘅，點知印咗單面？呢邊係雙面嘅就 OK 㗎。好。设计。
知不係我。好，咁啊，陣間俾你哋睇聖經查考啦。咁未查之前咧，好多人覺得，哇！啟示錄講將來有咩審判，好似好遙遠啊！而家好地地啦，香港嘅經濟又喺度發展啦，全世界又要發展 AI 啦，又要即係不斷嘅去進步啦。即係你一講咩耶穌再嚟啊，有審判啊，好似好恐怖咁樣，即係好似同呢個世界嘅信息好似格格不入。咁好多時候咧，我哋做基督徒嘅人咧，一方面又如果冇詳細去睇去了解咧，硬係覺得啟示錄又好得人驚嘅書卷，好得人驚嘅信息，冇咗咁嘅盼望或者了解。但係咧，彼得咧就喺彼得後書提醒佢話咧佢都係講緊末世嘅時候會發生啲嘢啦。佢話第一要緊咧，該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譏誚嘅人，隨自己嘅私欲咧就出嚟譏誚説，即係有好多人咧會好譏笑基督徒。咁講咩末世啊？咩世界末日啊？即係會鄙視我哋，講一啲譏誚嘅話。佢話呢啲人咧就會講主要降臨嘅應許喺邊度啊？主耶穌會嚟啊！即係啲人會笑或者係覺得鄙視啊。因為從列祖睡了以來啊，呢個包括佢哋嗰啲猶太人講啦啊，萬物與起初創造嘅時候仍是一樣啊。仍然都有日月星辰啊，地球未繼續圍繞地球太陽咁轉，跟住講咩末日啊，所以當時啊，彼得2000年前咧都有啲人都係咁樣譏笑咁彼得就提醒佢哋啦而家咧呢個天地憑着那命，即係神有一個權能嘅命令，傳住呢啲現在運行嘅日月星宿啊，傳着那命傳流。直流到咩啊？不敬虔之人受審判沉淪的日子，用火焚燒。即係話呢個世界真係有一個末日，並且有審判嘅。咁就會有火啦。咁親愛啲弟兄啊，有一件事你們不可忘記，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呢度就話，你話耶穌咁耐都冇嚟嘅，成2000年咯喎。但係喺神嘅時間咧，你覺得好耐。但喺神嘅時間咧，即係喺人嘅時間嗰度好耐，但喺神咧1000年好似一日咁樣嘅咋，其實都好快嘅咋咁即係意思就係你唔好覺得當時彼得耶穌死而復活升天，佢寫彼得後書嗰陣時，可能係主後80幾90年啦，我未查，大概咁嘅日期啦。嗰啲人都話耶穌幾時會嚟啊？咁何況我哋而家呢一班人等咗2000年，更加會覺得。咁耐啊，都未嚟，都係咪㗎？係咪啊？所以彼得就提醒嗰啲信徒唔好覺得係耐主，我哋就讀啊，主所應許的尚未成就，有人以為他是耽延，其實不是耽延，乃是寬容你們，不願有一人沉淪，乃願人人都悔改。所以耶穌而家仲未嚟，係俾緊機會，俾緊寬容俾世人啦，去認識。呢位造物主，你認識耶穌基督嘅救恩，以致佢能夠承受即係神國降臨喺地上面嘅時候咧，一齊進入神嘅呢個新天新地。所以唔係話唔嚟啊，唔係喺度延遲啊，係俾緊時間，多啲時間機會俾人去悔改。所以呢大家睇到呢度嘅時候，更加要警醒啦。原來神唔係喺度延遲，神俾緊多啲機會俾我哋基督徒。向我哋嘅父母啊、家人啊、朋友啊，去傳揚耶穌基督。有一日會嚟嘅，幾時嚟冇人知道。但係越嚟越，我哋係知道越嚟越近啊！比1000年前近咗成1000年啦咁就加上你最近你發生嗰啲，即係嗰啲嘅所有成個世界所發生嘅事咧，陣間我哋會睇睇，係好多趨向呢個嘅主再嚟嘅日子越嚟越近。好啦。咁而家做功課啦。第6章咧，咁你哋睇睇經文先啦。咁你就講緊災難，即係耶穌再嚟嘅時候咧，會審判呢個地上有7人。上次講咗啦，喺天上耶穌基督唯有係被殺嘅羔羊，有權並揭開嗰個印啊嘛。你記唔記得上次於牧師講啊？邊個配得去揭開個印啊？嗰啲長老喊啊，嗰啲人都話冇人配得㗎。
就係咧見到被殺嘅羔羊，就係其實指耶穌基督，佢係唯一係死而復活，有權柄去打開審判世人嘅呢個嘅局面嘅開始啦。因為佢冇罪先可以審判人啊嘛，咁唯一耶穌基督死而復活，佢係無罪嘅，先至能夠有資格去執行審判啦。所以佢就揭開咗呢啲印出嚟啦，有7印啊。咁其中啲印係做咩咧？講咩咧？咁你哋自己睇睇，跟住做嗰個功課啊。第一個咧就係有冇多啊？冇多，咁啱啊，咁啱啊！即係如果爭要影印就可以。有冇爭？冇爭就咁啊！你睇完經文咧，就睇第一印。第一印，約翰睇到啲乜嘢？譬如話一匹白馬，咁啊災難係乜嘢？結果係乜嘢啊？咁你觀察下睇一睇，好容易㗎嗱。呢個第6章先，做咗第6章先啊。如果即係要親自睇、親自做咧，你會深刻印象好多嘅。如果單單聽老師講咧，好快水過鴨背嘅。先搞掂呢4匹馬先啦，即係4印啦，係咪？啊，先做到呢一個，咁我哋對一對嚇，大家覺得係咩啊？漏咗個5字出5字，打漏咗啦。第5印你要查咗之後再打過。可以夫妻可以一齊商量都得㗎。如果你做好多啲4印，你就舉手咁，我知道。
簡單一兩個幾個字得㗎啦，唔使成句好長。譬如話白馬係代表咩？災難係乜嘢？結果係點？如果冇結果就冇啦，即係有就寫啦。可能災難同結果都差唔多。即係嗰個白馬代表咩嘅災難？譬如黑馬係代表咩嘅災難咧？仲有隻活物，活物咧就係頭先第5章裏面咪有4活物嘅，活物裏邊活物係代表神嘅使者啊嘛，佢講叫約翰你睇下，你睇下。好，咁我哋得唔得啊？4印做好啦嚇，4匹馬嚇，大家一齊講啊！好，第一匹馬咩馬？白馬係代表咩？白馬代表冠冕，即係一個勝利，係好定唔好？諗真啲國與國嘅戰爭，國與國之間嘅戰爭。佢點講啊？勝了又要勝，係啦，佢國與國之間嘅戰爭，贏咗都唔滿足，要打晒全部人好似贏咗都唔滿足咁樣，係要攻擊晒所有人。咁你覺得嗱？首先呢4個印係災難嚟㗎嘛？咁即係話好定唔好啊？係唔好嘢嚟㗎嘛？咁有好多人咧，亦都如果唔詳細睇咧，咦？呢個白馬咪喺19章裏邊有講耶穌基督再嚟嘅時候有騎住白馬喎。咁嗰個同呢個係咪一樣咧？唔係㗎嘛，呢個係一個負面嘅一種攻擊同被破壞帶嚟地上面嘅呢個戰爭嘅並且咧係敵基督，即係冠冕佢得冠冕，即係佢有權柄啦，係一個扮耶穌基督嘅人嚟到去統管世界，嚟到去爭戰嘅。OK， 第二個印係咩啊？咩馬？紅馬代表咩咧？奪去太平，使人彼此相殺。哇！真係奪去太平，彼此相殺。就把刀刺俾佢。好，你睇到咧喺天上面嘅活物叫約翰嚟到睇一啲事情嘅發生啊。OK， 第3個印係咩啊？黑馬。咩意思？咩災難？官方啊！係啦，對拿着天平。1銀錢買1升麥子，1銀買3升大麥子。物價係啦，通脹。係啱啊！即係經濟上面咧，物價上面咧，非好貴啊！啲嘢係即係嗰個，如果你睇翻原文嗰啲翻譯咧，即係話 2 pounds of wheat for 1 day wages， 即係1日嘅人工就買2磅麵粉嘅啫。1日嘅人工買6磅巴尼，即係嗰啲嘅大麥啊，跟住油啊同埋嗰啲油同埋酒咧不可糟蹋，真係好缺啊！油同埋酒就好缺。咁即係話糧食短缺、饑荒、通貨膨脹呢一個嘅災難嚟到人間啦。好，第4個咧，灰馬係咩意思咧？佢名字叫做死啊，咁佢係死，地上會死1/4人。因為咩饑荒？係啊，有饑荒啊，有打仗，刀劍啊，有野獸呢啲全部都係約翰具體睇並且要解釋出嚟嘅，所以唔係我哋話一大扎嘅饑荒。佢呢啲饑荒寫得出嚟咧，即係話將來就係呢啲饑荒。咁你會發唔發覺啊？瘟疫，黑死病咧喺歐洲咧死好多人，都係100年前到嘅喎。跟住而家嗰個 pandemic， 我哋嗰個 covid 哇！當時即係根本諗唔到會咁犀利，全世界美國都幾百萬人死喎，全世界加埋我唔記得咗幾多，即
即係一個咁樣嘅病啊，一個瘟疫嚟㗎，令到世界死咗咁多人。咁啊，有有咩？地震有冇講啊？呢度冇講地震。去到第6先。好啦，呢個第幾個人啊？第4個人啊。咁啊，第5個人係咩啊？咩意思咧？見證嘅人啦，逼迫受見證嘅人啦，就殺咗佢哋咩？奪去佢哋嘅靈魂啊！咁樣咯。好啦，咁呢一班嘅靈魂喺邊度啊？佢點樣形容啊？係咩？祭壇底下。你估喺以色列嗰個祭壇咧，定係邊度嘅祭壇啊？以色列嘅祭壇已經拆毀咗啦嘛，因為提多將軍已經將整個聖殿拆毀咗嘛，所以冇祭壇㗎啦。呢個係咩祭壇？天上嘅祭壇，即係話喺天上面嘅聖所至聖所入邊咧，我都講咗啦，神係按摩西啊、大衛係按照天上面嘅形象做咗地上面嘅 copy 㗎嘛，所以咧天上面嘅祭壇亦都係啟示錄第5章裏邊點解會又有寶座啊，又有約櫃啊，又有天使啊，係天上面嘅敬拜景象啊嘛，嘅實體嚟㗎嘛。咁嗰班信徒被殺嘅信徒，呢啲係咩信徒咧？應該係殉道嘅信徒，因為佢哋無辜被流血啊嘛，所以呢班殉道嘅信徒咧已經被神保護喺天上面啦。咁就喺度大聲喊啦！聖潔嘅神啊，你不審判地上面嗰啲人咧，幾時為我哋伸冤流血伸冤咧？於是咧有白衣賜給各人，即係話咧白衣大家知啦，係代表耶穌基督嘅救恩啦、義啦，就賜俾佢哋，即係話俾佢聽，你係屬於我嘅啊！還要安息片時，等着一同作僕人和他們的弟兄。也像他們被殺，滿足了數目。哇！咁即係話喺嗰個末後嘅世代咧，有班好多基督徒會為主殉道，要滿足一啲嘅數目，時間到咗先至耶穌再下一步嘅做拯救審判啊嘛。所以呢度講緊佢要等啊。好，第6人係咩啊？係啦，大地震喎。呢個地震同而家嘅地震有咩唔同啊？後邊就係弟兄妹，呢個地震同而家嘅地震有咩唔同？即係成個即係人口，即係變成即係本月變紅像月，月亮好似紅色啊！因為嗰啲星球都墜落係地上。啱過被大風搖動，落下未熟悉個字。天就落雨啊！好像書卷被捲起來，山里海島都被哇！呢種嘅地震，而家我哋都睇到啦，即係嗰啲有淺層地震啊、深層地震，但係而家呢一種呢度嘅第6印嘅地震咧，仲犀利啊！即係睇唔到日頭啦，黑面咁。並且咧，天上面嘅星宿要墜落地上。你知唔知而家咧有時睇流星好靚啊！哇，好開心啊！見到流星啊，許個願啊！但係流星如果真係 hit 到中咧，就死咯。好多時候咁擦過大氣層保護咗我哋，令到啲流星就咁消失咗。但係如果神攞開呢層保護咧，即係一粒隕石啦，整到比核彈仲勁啊！所以呢個好犀利嘅一個嘅現象啦，就係流星墜落地下地上。好啦，仲有咧，咁個結果係咩啊？當呢啲事情發生嘅時候，有咩結果啊？地上面嘅人點啊？係咯，地上面嘅君王啊、臣僕啊、將軍啊、啲有錢嘅富戶啊、壯士啊，同埋一切為奴嘅、自主嘅，即係所有人啦，即係政權嘅、有政權嘅人、有錢嘅人、冇錢嘅人，全部都咩啊？藏在山洞同埋
呢個岩穴嘅裏邊。你知唔知道而家咧已經有人喺度做緊 bunker？喺美國咧花好多錢咧，或者係全世界有啲地點咧做緊好深層嗰啲地下保護，佢裏邊已經有晒啲高科技嘅嘢啦，有食物供應啊，有氧氣啊，做緊㗎啦。咁佢哋而家係唔係防耶穌？佢哋係防緊有一日核爆啊，或者係啲咩打仗嘅時候咧，最有錢嗰班、最有權嗰班咧就可以走得甩啊，可以生存啊。但係咧，佢哋反而咧，真正嘅應該去解救嘅係應該係求耶穌幫助。但係佢哋而家呢一班咧，唔單止冇去求耶穌喎，佢咩啊？向山同埋岩石説：倒在我們身上吧，把我們藏起來，躲避做寶座者的面，羔羊嘅憤怒，因為他的憤怒啲日子大日到了，誰能站得住咧？即係佢哋仍然都係尋求緊，哇！呢啲岩穴啦，呢啲山咧，你保住我咧，希望我唔會承受到呢個審判咧，就可以存活啦。反而唔係話，哎呀，主耶穌啦，你快啲救我啦！我願意歸順你啊，唔係喎。所以你睇到人生去到嗰個時候都係好剛硬嘅。好，我哋睇睇呢個片。咁而家呢度咧，即係頭先就係啟示錄嘅成個22章啦。咁我哋已經嚟到呢度第6、第7章啦，7印嗰度啦。咁呢度就係之前講所見嘅事，就係天上面嘅人子啦。現在嘅事，即係7個教會啦。跟住將來必成嘅事，就由12章直至到最尾，都係講緊將來必要成嘅事。咁但係咧，呢度必要成嘅事嘅災難裏邊咧，佔咗好多部分，就係由第6章到18章呢度。呢度反而係3年半嘅時間發生嘅事，就用咗成咁多個篇幅嚟到講呢個大災難。咁大災難之後又有千禧年同埋新天新地，咁呢個就係後邊嘅幾章啊。OK，咁所以呢度一般人一睇啟示錄咧，就睇到呢度第6章至到18章喎，好恐怖啊！呢度12章、13章裏面，但係咧有盼望嘅，同埋之前有警告嘅。好，可以睇睇另外一個片。启示录详解系列，按照我们节目原定的顺序，本周我们应该进入第6章，也就是圣经中审判篇章的开始。这是启示录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然而，我心中有一个特别的感动，想在我们深入探讨这些审判内容之前，先为大家厘清圣经中关于末日大灾难的一些关键线索。因为大灾难涉及到的事件繁多且复杂，内容深奥，很多朋友可能对这些内容有所耳闻，但却未必对他们的整体脉络有清晰的认识。因此，我希望透过今天的分享，给大家提供一个全局的概览，好让大家更好地理解接下来的经文。在我们谈论大灾难之前，首先需要面对一个常见的误解。许多人引用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36节所说的：“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于是认为我们无从得知，也无需过多留意世界末日的预言。他们可能会觉得，既然无人知晓，何必浪费精力去关心呢？但同时，另有一些人却走到了另一个极端，痴迷于每一个看似可能的末日预兆、政局、战乱、瘟疫以及自然灾害。一旦有任何风吹草动，他们立刻认为末日已迫在眉睫。然而，作为基督徒，我们应当保持一种平衡的心态，不要过度沉迷于预言与解谜，但也不能忽视圣经中关于末世的教导。我们需要认清的是，耶稣虽然教导我们那具体的时刻无人知道，但他同样也提醒我们要留意预兆。他没有叫我们盲目等待，而是指示我们警醒，观察世界中的变化，因为这些变化正是神为我们提供的指引，让我们明白那日子逐渐临近。对于那些不信主或缺乏警醒的基督徒，主的再来的确会像贼一样突然临到，不经意不知不觉。然而，对于那些守望并警醒的信徒来说，末世并非毫无征兆可循。正如农夫
可以通过观察天象预测季节的变化。警醒的基督徒同样可以从圣经的预言中看到时局的变化，并时刻预备自己。因此，我们既不能全然不顾，也不应迷失在各种无法证实的猜测中。我们需要的是一颗坚定的心，专注于圣经中清楚指出的征兆，并以此为基准，活出预备迎接耶稣带来的智慧与谨慎。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不至于像贼来的那日一样措手不及，而是踏实平安地迎接那荣耀的时刻。在具体谈论大灾难会发生什么前，我先来为大家梳理一下时间线。这里我不得不提到但以理书中一个极为重要的预言，也就是70个7。这是理解圣经中关于末世事件，特别是大灾难的关键线索，也是启示录与许多末世预言的基石。在但以理书第9章中，但以理首先为以色列的罪进行认罪和悔改的祷告。作为回应，天使长加百列向他揭示了一段70个7的预言。加百列对但以理说：“为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已经定了70个7，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并告至圣者。”这里的7指的是7年，所以70个7实际上代表了490年。加百列将这一时间表分为3个不同的时期，并对它进行了详细的说明。这3个时期分别是7个7、62个7以及1个7。但以理书9章25节提到，这7个7的时间起点是从下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开始。历史上，这一个命令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45年。这道命令由波斯王亚达薛西下的，授权尼希米重建耶路撒冷和城墙。因此，70个7的时间是从公元前445年开始计算的。第一个时期的7个7，也就是49年，是指重新建耶路撒冷所花的时间。从亚达薛西的命令开始，耶路撒冷的城墙用了52天修建完成，还剩下圣殿、沟渠、城市建设等等。经过多年的努力，终于完成了整个耶路撒冷的重建，而这刚好用了大约49年的时间。历史学家确认这段时间符合历史事实，尼希米和以斯拉在这段时间内完成了重建的工作。这之后的第2个时期是62个7，也就是434年。这段时间与圣经2约之间的空白重合。马拉基书是旧约的最后一卷书，由于从先知马拉基到施洗约翰这段时间，根据圣经的记载，神没有发出任何预言，所以有人称之为沉默的400年。如果我们从公元前445年往后推49年，再往后推434年，会落在公元30到40年之间，也就是62个7的结尾。加百列提到，这62个7结束后会发生2件重要的事，也就是那受膏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必有一王的民来毁灭这城和圣所，至终必如洪水冲没，必有征战，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如今我们知道，受膏者被剪除，指的就是主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而必有一王的民来毁灭这城和圣所，指的是主后70年，罗马将军提多率领兵攻打耶路撒冷，将圣城和圣殿一并毁灭。至今圣殿还未重建。以上2个时期加起来就是69个7年。对当时的但以理来说，那时一切都是未来；然而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前69个7是已经发生的历史。但以理书完全就是事先写下历史，而且是非常详细的预言，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在前面69个7结束后，预言进入了一个时间间隔，这个间隔具体不知道是多久，而这个间隔就是我们目前所在的教会时代，也是但以理书中没有明确提到的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是上帝的国和这世界上的国共存的时间段。将来有一天，世界上会只有一个国，就是弥赛亚的国度，也是神的国度。在这段间隔时期，神的心意是向全世界传扬福音，呼召各国各民归向基督。这段时间间隔没有具体的时长，但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14节给出了一个线索，那就是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如今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传福音的速度要比以往快上许多倍，福音传到地极也不再是一个遥远的目标。虽然我们不知道还要再过多久，但神的国真的越来越近了。
当耶稣所说的末期来到时，就会进入但以理书里面记载的最后一个期，也就是大家常常听到的7年大灾难。而最后这一个期又分为2个部分，分别是前3年半和后3年半。许多人根据自然灾害的频繁增加，或是近期的一些战争，例如俄乌冲突、以巴冲突，或是新冠疫情，来判断我们是否处在大灾难之中。然而我必须说，这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圣经在许多处的经文已经给了我们一个明确的大灾难开始前的预兆，那就是敌基督的出现。敌基督要先出现，才会发生7年大灾难。当我们听到敌基督这3个字的时候，往往会下意识地觉得他是一个抵挡基督的人，一个反对基督的人，好比希特勒这种外显的邪恶的人。然而，所谓的敌基督其实是指试图取代基督的人，或者翻译为假基督更恰当。他会高举自己，行很多奇事，迷惑许多的人。圣经预言在末日时期会出现这样一个人。魔鬼最喜欢做的事就是模仿。作为这个世界的王，他会把万国的权柄、荣华都给这个敌基督。当他出现后，基本就是末日倒计时了。可能有人会想问，那我要怎么知道谁是敌基督呢？他会做什么呢？要怎么辨别呢？接下来我就从但以理书和启示录来给大家分析一下。启示录6章记载，当羔羊打开第1个封印的时候，有一个白马骑士出来，手里拿着弓，并有冠冕赐给他，他便出来胜了又要胜。这里的白马骑士指的正是敌基督。很多人认为这里的白马骑士指的是耶稣，因为19章记载耶稣基督再来时，他骑的也是白马。但这种观点在逻辑上解释不通，因为当耶稣打开封印时，4活物便召唤天启4骑士一一的出来，而且天启4骑士的出现伴随的是灾难的来到。如果说基督打开书卷，然后让自己被召唤出来，这在逻辑上解释不通。而且19章耶稣拿的是剑，而这个白马骑士拿的是弓，所以显然这个白马骑士不是基督，他只是在模仿基督。这个骑白马的骑士手持弓和冠冕，以和平者的形象出现，企图赢得人们的信任，实际上却在进行控制和征服的工作。但以理书9章27节说，1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1期之半，他必使献祭和供物终止，他必在殿里设立那使地荒凉的可憎的像，直到指定的结局倾倒在那造成荒凉的人身上。从这里我们看到敌基督可能会与许多国家签订一个和平条约，并且持续7年。在前3年半，这个条约可能使得许多国家和人民感到安全和安定。敌基督也会利用这个条约来赢得人们的信任，似乎带来了全地的和平。然而在1期之半，代表7年的中间，也就是3年半的时间，他会露出狐狸尾巴，会背弃约定，使献祭和供物终止，也会在殿里设立可憎的兽像。但以理书7章25节如此说：他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必折磨至高者的圣民，必想改变节期和律法。圣民必交付他手1载、2载、半载。至于敌基督会怎么亵渎圣殿，怎么折磨圣民，我们可以参考基督第1次降临前的情景，因为历史上已经有一个敌基督的预表，他也曾做过类似的事，那就是安条克4世，是一个极度邪恶可怕的人。公元前167年，安条克4世侵入耶路撒冷，实施了一系列亵渎的行为。他在圣殿中设立宙斯的雕像，并在祭坛上献上猪来亵渎圣殿，又带了许多妓女进入圣殿，并且他还颁布禁令，禁止犹太人行割礼，遵守安息日，也禁止他们研读摩西律法。正是这一系列亵渎和邪恶的行径，才引发了后来的马加比起义。其实耶稣第1次降临和他第2次来临前的景况会非常的相似，但以理早就预先看到这些事的发生。末日的敌基督虽然看似和平的使者，但他的真正形象记录在启示录13章。我又看见一只兽从海里上来，有10角7头，10角上带着10个皇冠，7头上有亵渎的名号。我所看见的兽样子好像豹，角像熊的角，口像狮子的口。龙把自己的能力、王位和大权柄都交给了他。兽的7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致命伤，但那致命伤却医好了。全地的人都很惊奇，跟从那兽，因为龙把权柄交给了兽，大家就拜龙也拜兽，
说：“有誰可以跟這獸相比？有誰能與它作戰呢？”龍又給了那獸一張說誇大和褻瀆他的嘴巴，也給了他權柄，可以任意而行42個月。獸就開口向神說褻瀆的話，褻瀆他的名和他的帳幕，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他得了允許能跟聖徒作戰，並且能勝過他們，又有權柄給了他，可以管轄各支派、各民族、各方言、各邦國。所有住在地上的人，名字沒有記在創世以來被殺的羊羔之生命冊上的，都要拜他。從這段可怕的描述，我們看到敵基督將在末世掌握大權，並且會蒙騙許多的人。這個獸是從海裡上來，在聖經中，海很有可能指的是外邦世界，而地指的是以色列地。所以，這個敵基督應該是個外邦人。約翰還描述到，獸的七頭中有一個似乎受了致命傷，但那致命傷卻醫好了。所以，敵基督很有可能會模仿耶穌的死裡復活，透過一些啟示來讓人們對其產生驚奇與敬畏，以為他就是再來的基督。在末日的背景下，這種復活的跡象往往會引起世人的盲信與追隨。耶穌也曾在馬太福音24章24節預言說，必有假基督和假先知出現，寫大神蹟和奇事。如果可以的話，他們連選民也要迷惑。到那時，所有信靠神的人都會受逼迫，並且不能做買賣。而名字沒有記在生命冊上的人，會接受獸的印記，並且拜他。關於獸印，我們會在之後的系列中詳細為大家分析。魔鬼撒旦會把自己的能力、王位和權柄給這個敵基督。咁呢個就會後期嗰啲嘅12、13章嗰啲詳細講啦嚇。咁而家我哋翻嚟呢度第6章，大家睇唔睇到原來啟示錄同但以理書同馬太福音咧？呢個奉獻係咪要傳？好，呢度有個為主日學嘅奉獻啦。如果有感動嘅，可以自由奉獻嘅。好，咁你會睇到頭先嗰個傳道人咧講解嘅時候咧，用咗好多但以理書，因為啟示錄嗰啲言語啊、描述嘅嘢同但以理差唔多係吻合嘅。咁同埋馬太福音亦都有提過，所以咧一般去了解啟示錄嘅時候咧，我哋叫以經解經咧，就一定會睇但以理書嘅。我呢個片咧可以發俾大家，你哋翻屋企慢慢睇，因為入邊嘅內容咧都好豐富，你一時好多嘢消化，可能跟唔到。好，我想重複少少，即係話咧，耶穌基督降生係呢個日期啦，即係呢個時間線啦。咁而家佢就開始咗教會時代啦。咁頭先佢講到但以理有預言嗰個70個7，咁其中嘅之前嘅490個7咧已經完成咗啦。咁而家就等候最後一個7咧，就係去應驗啦。咁最後個7裏邊又分前3半年同後3半年，呢個都係但以理書裏邊講，咁亦都係啟示錄裏邊有講42個月咧，就係講緊即係同但以理嗰度吻合啦。咁之前即係話所以有一日耶穌基督再嚟嘅時候，教會被提啦。咁地上面咧就有7年大災難。咁7年裏邊前3年半咧係冇乜嘢嘅，好似都和平嘅，有地基督出現啦。記唔記得7印嗰個白馬係代表咩啊？地基督、假基督啦。咁佢就會迷惑好多嘅人啦，包括領袖啊、世上嘅人啊，甚至咧嗰個時代有冇人信耶穌啊？都有人信耶穌喎，因為有人因住教會信徒被提，諗翻起，咦有班基督徒同我傳耶穌基督喎，點解佢哋突然之間消失咗啊？同埋嗰個時代裏邊咧，呢7年裏邊咧，陣間我哋會睇啊，有第7章裏邊咧144000係咩人嚟嘅咧？咁我哋都會相信係當時嘅猶太人信耶穌，佢哋有144000喺地上面繼續傳福音，並且咧佢哋會受逼迫嘅嚇。好啦，咁到呢一度，即係總之而家講緊係7印啦，跟住有7碗啦，7號啦，跟住7碗啦，就係我哋嚟緊
啟示錄要睇嘅嘢啦。好，咁我哋睇睇呢個。咁其實咧，其實呢個啟示錄咧，佢講到三組嘅七咧，呢度大家睇睇啦。呢個印，跟住第二個咩啊？七印，跟住咩啊？七號啊，跟住七碗啊，希望記得啦。印號吹號啊，因為當時如果要有啲嘅天使吹號嘅時候，即係執行命令嘅時候啦，有啲嘅行動出現啦。碗啊，代表一個傾住喺地上面嘅一種嘅審判啊，碗啊代表一種審判。其實呢三個都係審判嚟嘅，對地上面嘅人嘅審判。因為地上面嘅惡啊，罪惡越嚟越犀利，唔係好似話神特登要降禍俾人，而係人嘅惡係好犀利，犀利到一個地步咧，神要藉着嗰個審判嚟到去潔淨呢個地，令到潔淨地同埋成為一個義啦。好，所以白馬代表侵略啦，紅馬代表咩啊？紅馬代表流血啦、死亡啦、殺害啦，跟住就咩馬代表咩啊？黑馬代表饑荒啦，灰馬代表疾病啦，包括咗呢啲瘟疫啊，好啦，跟住我呢度第六章、第七章啦，我快啲揭一揭後邊啊，即刻立一立第七章裏邊。此後佢又見到啦啊！佢見到兩批人啊，大家睇唔睇到？我中間有個間斷啊，見到兩批人，咁你集中去觀察啦。呢兩批係咩人？咁你喺個表度又填少少嘢啦嚇。天使咧，我見到四位天使站在地嘅四角，即係話喺地上面嘅嘢啦嚇，地上面會發生嘅嘢。四位天使就站在地四角，執掌地上面四方嘅風，叫風不吹在地上、海上等等啦。我又看見另一位天使從日出之地上來，拿着永生神嘅印，即係拿住神嘅印嚟到向那得着權柄能傷害地同埋海嘅四位天使大聲喊着說：地與海並樹木，你們不可傷害邊啲人啊？等我們印了我們神僕人的額。我聽見以色列各支派中受印的數目有144000。咁即係話咧，天使就話俾嗰啲風啊，嗰啲嘅有權柄掌管風同埋海嘅天使嚟到講啦，你哋唔可以傷害呢班受神印嘅人。呢班受神印嘅就係信靠耶和華神嘅144000嘅以色列，係嘛？以色列各支派人啦，咁樣已經記載咗落嚟啦。就話每個支派有幾多？12000，咁總共144000。咁即係話喺呢段期間咧，有成144000嘅以色列人係歸信耶穌基督。佢哋喺地上面，唔係喺天上面。好啦，咁後邊啦。此後我觀看，見有許多的人，沒有人能數過來。從咩啊？一齊讀啊！各國、各族、各民、各方來的，站在寶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樹枝。咁呢度係天上面地上？呢度係天上面地上？啊？點解地上咧？睇嚟好似地上啊，但係咧，我哋睇下後邊有冇咩啊？在羔羊寶座。係羔羊寶座喎，跟住咧11節啦，
第10節啦，願救恩歸於坐在寶座上我們的神，也歸於羔羊。眾天使都站在寶座同埋眾長老並4活物嘅周圍。邊度啊？天定地啊？天上面咧，因為之前第5章裏邊就講緊羔羊同埋寶座同埋天使同埋長老喺天上面嘛。咁所以呢班人咧，出現喺天上面喎，有各族各民各國嘅呢啲嘅信徒喎，都俯伏敬拜神，説：阿門，頌讚、榮耀、智慧、感謝權能大力都歸於我哋嘅神直到永遠。跟住13節啦，長老中有一位問我説：這些穿白衣的是誰呢？是從哪裏來的呢？就問下呢啲穿白衣各族各民係咩啊？第14節，我對他説：我主你知道嘅。他向我説：這些人是從大患難中出來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淨了。咁你覺得呢班係咩人啊？即係喺大患難中，即係大災難裏邊咧，殉道而死並且上到去上面嘅人啦。即係呢一班，他們在神寶座前晝夜喺神嘅殿中侍奉他，坐在寶座上用呢個帳幕咧嚟到覆庇佢哋。他們不再渴，不再飢餓，因為佢哋真係喺地上面嘅時候咧，受逼迫嘅時候喺大災難咧，真係有飢渴又冇嘢食。我上次咪播咗個片咧，喺獅子坑度俾人，即係嗰啲咩鬥獸場度俾人咁樣嚟到去逼迫啊殘害啦。所以將來有一日四印出嚟，敵基督出嚟嘅時候，同樣都要逼迫信徒嘅，即係有啲未被提即係未被提，後尾又喺地上面信主嘅人。咁當然又有一啲神學家就話：我哋係災後先被提，所以有班基督徒咧喺地上面受苦嘅。咁亦都有呢啲嘅立場，不過遲啲再解釋啦。咁即係話總之係呢一班係喺災難裏邊殉道而去到天上嘅人。OK， 有神嘅羔羊喺度親自牧養佢哋啦，嚟到生命嘅水嘅泉源啦，要擦乾佢哋嘅眼淚啦，因為佢哋係受逼迫而死嘅一班信徒。好呢度啦，所以逼迫與祈禱一班一班信徒嚟嘅。咁咧第六印而家講緊人啊，第5印就係講緊喺被殺嘅靈魂啊嘛，喺當中祈禱啊嘛。跟住第6印係咩啊？頭先講咗咧，因為有地震嘅緣故咧，佢哋要匿埋咧，要躲藏羔羊嘅憤怒咧，咁佢哋得個恐懼啦、戰驚啦。跟住第7印咧，就天上面嘅寂靜啦，就silence。即係去到咁大嘅災難，全世界死咗幾多人啊？1/4人喎。咁如果而家有80億人咧，就冇咗20億嘅喎。你睇到嗰個災難係幾咁大啊？咁災難幾咁大係咪神令到人哋去互相殘殺？唔係，係人彼此殘殺。只不過神喺當中喺度放手，唔去干涉啊。人係不斷去殘殺啦、作惡啦，甚至咧，敵基督出現嘅時候咧，會令到佢哋咧有一個偶像放喺聖殿。咁你話咦，牧師唔係聖殿拆毀咗咩？咁聖經講咧，耶穌再嚟之前咧，以色列人要重建聖殿，喺地上面重建聖殿。咁而家咧，佢哋真係揾翻，因為重建聖殿咧要啲物料啦。聖殿嘅地址喺邊度啊？即係而家係咩紙啊？清真寺啊！所以你話清真，即係話聖殿要起喺清真寺嗰度，你話全世界會唔會打仗啊？咁就咁但係咧有地基出現啊，可以 make 個 peace deal 啊，可以話傾掂數啊，令到佢哋起得成殿喎。所以你會睇到咧，而家咧，我唔敢話邊個係呢個敵基督啦，但係咧，我哋嘅特朗普嘅總統咧就好 buy 以色列嘅，即係將首都咧遷去耶路撒冷。以前唔係耶路撒冷，
特拉維夫嘛。而家大概幾多年前啊，2、3年前如果冇記錯，佢批准佢承認以色列首都建都喺耶路撒冷。咁即係話佢要因為成班以色列人喺度恢復翻佢哋嘅敬拜，佢哋嘅民族啊嘛，佢哋個國家嘅首都啊嘛。咁即係話將來佢哋已經籌備緊起聖殿，所以你一查一查網上面啦，以色列人係咪喺度籌備緊起聖殿啦？材料啦，同埋起聖殿嗰有啲牛啊獻祭嘅牛咧，聖經講咧係特別嘅牛，紅色嗰種好巨大嘅。咁佢哋已經揾到喺度預備緊、培養緊啦。咁即係話將來嗰聖殿會起，並且咧馬太福音又好啟示錄好啦，喺聖殿行毀壞嘅嗰個敵基督咧就會應驗啦。因為你聖殿起咗，你先至會有擺個偶像喺度，先至會行毀壞嘅事，甚至逼迫信徒啊嘛。所以呢啲全部都喺度部署緊，喺度進行緊，即係話主再嚟嘅日子越嚟越近啦嚇。好，咁下一次就4月20號，咁我哋有志恒執事帶領我哋教到呢個下一次嘅課堂啦。咁今日我哋先停喺呢度，我會將我個 PowerPoint 同埋個 video 發俾大家，係需要啲時間去睇消化下咁以致我哋更加明白聖經嘅話語一點一畫得不能廢去。既然知道耶穌再嚟係一個必然嘅事實，災難亦都係必然嘅事實，我哋點樣預備好自己咧？點樣去預備見主咧？呢度彼得提醒我哋，既然知道我哋點樣聖潔、點樣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嚟到咧，咁我哋照住神嘅應許，盼望新天新地有義在我哋其中。我哋都要過一個殷勤、聖潔、無可指責、安然見主嘅呢個生活啦。耶穌基督再嚟嘅時候，我哋唔係得個驚，係一個開心歡迎見主嘅。但係同時，當我哋而家知道呢個世界好多唔信主好多心眼嘅人咧，我哋真係為佢哋祈禱啦，積極嘅去傳福音，以致佢哋早日嘅歸信耶穌啦。好，我哋一齊祈禱。請大家為自己嘅家人未信主嘅配偶又好、父母又好、親人又好、朋友好，你開聲為佢祈禱，好唔好？跟住就結束啦。天父，我哋知道呢個世界有撒旦魔鬼嘅迷惑，使人睇唔到耶穌基督係真神，係救主。求主就幫助我哋勇敢嘅為到我哋嘅家人親人咧擺上禱告，讓我哋放膽嘅去同佢哋傳揚耶穌基督嘅福音，讓佢哋嘅心靈嘅眼睛被打開，睇到耶穌基督嘅拯救同埋愛，甚至將來神你藉著耶穌基督帶嚟嘅審判同埋盼望都係真實嘅，讓我哋放膽嘅去分享同埋傳揚，祈禱奉耶穌名求。